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第6节，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称为义。基督徒要如何的称义？圣经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清楚，基督徒的称义是被动的。如果称义是人的主动，就会变成了自以为义。如果靠行为称义，就会引起人的骄傲自夸。根据圣经的教导，称义是上帝的主动，并且不是因为人有什么样的好行为而赏赐的，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怜悯所赐下的。昨天我们谈到了亚伯拉罕，他自己想要以仆人的儿子以利以谢来代替上帝的应许，这个不是义，乃是自义，就是自以为义，以人自己的想法要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或是与这个阻挡拒绝上帝的旨意，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都不是与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一个作为。以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阻挡上帝，自以为义，是撒旦的作为和行为。亚伯兰与太太撒来自己要用方法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铸下了大错，不但得罪了上帝，也造成了自己的灾难。而撒来解决的方法却是苦待下降，可以说是错上加错。创世纪16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样记载，那个标题是写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兰的太太撒来没有替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女奴，她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就对亚伯兰说，上主使我不能生育，请你跟我的女奴同房吧，也许她能替我生一个儿子。亚伯兰同意撒来的话，撒来就把夏甲交给了亚伯兰为妾。这件事是亚伯兰在迦南住的10年以后发生的。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她怀了孕。她一发觉自己怀孕，就骄傲起来，瞧不起女主人撒来。撒来向亚伯兰抱怨，都是你不对，那丫头才敢瞧不起我。我把她交给你，她知道自己有孕，就瞧不起我。愿上主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回答说，好吧，她是你的女奴，在你的手中，你可以随意待她。于是撒来就虐待夏甲，他受不了就逃走了。亚伯拉罕他受呼召蒙恩的时候，他其实是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就已经赐给他救恩，让他更能够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并且愿意听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以亚伯拉罕立下的典范，让后代能够学习，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的时候，这样的对罗马教会基督徒说道：以亚伯拉罕为例，这是这段经文的标题。至于在血统上作为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我们该怎么说呢？如果他得以被称为义人，是由于他的行为，他就有可夸口的。但是上帝面前他并不能夸口。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做工的人得工资，不算恩典，而是他应得的。但是那信靠判罪人无罪的上帝的人，上帝要因着他的信，而不是他的行为，使他跟自己有合一的关系。大卫所说，那不是靠行为而蒙上帝认为义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那过犯蒙宽恕罪被赦免的人有福了，那罪过不被主计算的人有福了。大卫所说的这福泽，只是属于受割礼的人吗？不是的，他也属于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引证圣经的话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这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发生的呢？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还是以后呢？是在以前，不是在以后。那后来受了割礼，这是一种表征，证明他在受割礼前已经因信而成为义人了。所以对所有未受割礼但因信而被上帝认为义的人来说，亚伯拉罕是属灵的父亲，他也是已经受割礼的人的父亲。不但因为他们受了割礼，也因为他们跟随了我们祖先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之前那种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其实就是如此，在还不认识上帝、不懂得救恩的时候，就已经相信上帝，跟随上帝，并且顺服他的带领。基督徒的称义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与功劳，怜悯这是上帝所赐下的。因此基督徒不应当靠自己，不应该违背上帝的恩典，更不应该把功劳都归给自己，更不应该自以为义。诗篇22篇23节到31节，敬畏上主的人啊，你要歌颂他；雅各的后代啊，要荣耀他；以色列的人民啊，要敬畏他。他不忽视穷苦的人，不忘记他们的苦难。他不但不抛弃他们，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我要在全国会众面前歌颂你的作为，在敬畏你的人的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贫穷的人他都得到饱足，寻求上帝的人都要歌颂他。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
愿地上万物牢牢地记住上主，皈依他。愿万族都歌颂敬拜他。上帝是王，他是统治万国。地上高傲的人都要匍匐在他面前，一切死的人都要来敬拜他，世世代代的人都要来侍奉他。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帝的事，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恳求上帝教导我们谦卑，更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领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更专心的服侍，更全心全意的爱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